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波牧师。今天6月6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不一样的选择。我们要看路得记1章14到15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8章12节。耶稣又对大家说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，绝不会在黑暗里走。约翰福音8章12节。我记得在小时候听过一首诗歌，就是基督世族里面的诗歌，有一首叫做《路》，它的歌词这样说：在我面前有2条路，跟随世界或跟随主，我要选择，赶快选择，我应该走哪一条路？我要祷告求主帮助，让我明白，让我清楚。我要靠他，完全靠他，选他的路，跟随我主不会失败。越过高山，经过大海，他的柔声会带领我，我不胆怯，我不惧怕。我要祷告求主帮助，让我明白，让我清楚。我要靠他，完全靠他，选他的路。这首诗歌描述有2条路，跟随世界或是跟随主呢？你会选择哪一条？可能你觉得28他选择到底正确吗？若以人的观点来看，我们会觉得他没有错啊，他婆婆劝告他，所以他顺服他婆婆的劝告啊，也知道前面他没有盼望啊。28并非因犯罪而跌倒，他也不是不爱拿俄美，他之所以在属灵上的失败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承认事实，承认这是一条对天然生命没有盼望也没有结果的道路，因而他失去了跟随主的勇气。28在归回的路途中，他变卦了，乃因他爱拿俄美本人，却不认识拿俄美的神，不爱这位神。他进拿俄美的家，却没有办法进拿俄美的国。如同拿俄米说，拿俄美说：看哪，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哦，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这是他对路得所说的话。而我们看路得的选择，从人的观点看来是愚笨的哦，错误的选择啊！你干嘛要选这条路？在人看，他根本没有未来可期待啊！路得并非不知道现实环境的艰难，前面道路崎岖，但是他向着拿俄美的忠诚和挚爱，胜过了他所面对外在环境的拦阻。我们知道爱是最大的力量，使我们能够撇下一切，并且不顾一切为主来活着，就好像保罗一样，他走主的道路。路得对拿俄美的爱，
表明他在拿俄美身上看见一种生命的光景，甜美的，就是他在过去的生活当中，他看见在拿俄美身上基督的荣美，所以令他经文说舍不得离开婆婆。28和路德都受了拿俄美同样的劝阻，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的人生却分别奔往不同的目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信心不同。28的为人与路德同样孝顺婆婆，有爱妯娌，但是两个人的结局却大不相同。一个消逝的无影无踪，一个却万古流芳。关键在哪里弟兄姐妹？关键在于信仰的抉择。信仰决定了人们永恒的命运与结局。28的离别说出，我们若没有上帝的恩典，单单凭着自己的善意和力量，是不可能坚持到底。路德得胜的原因，他选择的除了在于他舍不得拿俄美之外，他对拿俄美的上帝存着信靠及敬畏的心。28的转去归回，对于路德来说，乃是一种孤单的试验。有时候，当我们同走天路的伴侣纷纷变心退后，常会使我们摇动或灰心，使我们不容易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眼目不要过于注视别人，注视在人的身上，而要单单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！我们来默想，面对拿俄美的要求，28顺从而离去，但路德则坚持留下。当我们面对长辈的要求的时候，怎样才算是较佳的回应呢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选择呢？跟随，或者是回去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是恩典的上帝，求你改变我，体察你的旨意，照你的旨意，不照我的私心而行，让我能够顺服您的带领，不让我随心所欲，帮助我听主的声音，紧紧跟随主，不放弃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，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哦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充满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